来宾再次给我们掌声鼓励一下，再次谢谢我们雷鸣启示团。刚刚我们的启示有做这个彩旗的动作哈，当然要祝福我们这一次大会的活动圆满成功，也祝福我们现场所有的乡亲朋友们、我们的观众朋友，大家阖家平安、喜乐美满。再次掌声。